台北市温州街日本时代旧厝代代宿舍群19个透早互拆掉，其中包括研究台湾史学者左永和的旧厝，隔壁的一户，阁有已经过身的代代教授的牵手住伫内底。透早才发现讲隔壁的厝互拆掉了。代代的研究生协会是质疑讲拆厝的过程无社会沟通，也毋过代代声明是表示讲会拆掉，是因为宿舍群无取得文字的成分，考虑到安全，才决定讲要拆掉。伫咧1990年，头一个提出台湾图书馆的先驱左永和院士，伊在生时就住伫咧台北市温州街52巷6号正，是代代伫咧日本时代起造的宿舍。校方说伫9月19、甲2号、4号和6号拆掉，但是6号和8号是联动的，敢若剩8号也留咧，而且内底阁有大人。这件代志引起整集文字人士的关注。代代研究生协会23就召开记者会，针对代代的拆除行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。他说，他当天早上7点的时候，总务处才带着人走进去，那跟他们按门铃说，我们要拆除隔壁的建物这样子。所以在此之前，他说他其实不清楚这件事。那我们也有联系到里长，里长他今天没有办法出席，但他有跟我们讲说，其实他也是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针对温州街这事件建物，今年5月台北市府捌开过文化自善审议会，最后建物无得到文字身份。后来代代伫9月2日发表声明表示，因为建物的梁条串串，为着安全才要甲拆掉。虽然背后也阁留咧，不过结果互校方拆一半，就惊讲这建物会有危险，所以文字工作者就要求校方要负起责任，提出安全评估报告和结果保强的做法。有的话你提出来，就是以招公信嘛，对不对？你这就是把它拿出来，确定这是经过建筑师或结构技师计算没有问题，我们才做的这个动作。那你要拆之前，你要先把保固先做好，而不是拆了再来保固。针对代代研究生协会伫记者会提出的诉求，代代是回应讲，伫拆除进前，因拢有沟通过，嘛有找专家来做安全评估，后续会阁评估背后的建物敢有需要阁补强，未来嘛阁规划做永和院士的纪念地点来检验伊的学术贡献。记者卢尚珠、柯秉哲台北报道。